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AP 首款车型，雷达 2.6， 首次迎接高难度技术挑战。在半封闭场地内进行100米连续颠簸路段实测。连续颠簸路段实测是最能直观体现车辆舒适性的核心标准。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IP 区别于传统燃油皮卡平台，整车采用一体化钢铝混合笼式车身，高强度钢材比例66%，铝合金占比达7%，整车质量更轻。由于车身一体频率振动更低，相比坦克平台的非承载式车身，在高连续的颠簸路段有着更高的平稳性和安全性。同时，在高连续颠簸路段，左右两侧车轮载荷不均，对车身的扭转刚度提出较高的要求。如扭转刚度不够，车身形变，甚至可能导致零件直接产生异响。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IP 扭转刚度达到30300牛米每度，相比较特斯拉平台的乘用级 SUV 车身扭转刚度21700牛米每度，雷达2.6拥有更高的抗扭数据。最终，在100米连续颠簸路段之后，高小杯里的剩余水量相差无几。基于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IP 的开发理念，以3电为基础的乘用级架构，配合4轮独立悬挂，可以拥有更好的支撑性和缓震性。在舒适度、平稳性上，我们与城市 SUV 处于同一水准。下一项平台对决。